第一就爱感谢老母娘，50岁要甲我守岁。啊，第二个感恩我的囡仔嘛真正学习有得来，4年读4个高中，有时候人讲你这校长囡仔到底是安怎教？但是这拢不要紧，即摆讲这嘛毋是咧甲起笑，人生大概拢有行着歧路，拢歧路亡羊。但是咱歧路亡羊的时阵，咱心无要找得来。咱敢若钱无赚着，权利无摕得来，会向阮计较。但是咱修道，道在咱的自性内底。佛法不离世间之离世要觅这个菩提恰如在兔上求兔角。这讲得真好啊！兔环境哪有干？兔环境无干，所以反求诸己，道就在我们身上。刚刚有一位前贤也来分享或许也跟各位报告，五教同源，五教都重视心，都重视自信只是说东方三教，人人可以成圣贤，人人可以成佛那么西方2个基督教跟回教，我们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，我们也不可能成为真主阿拉，但是